那这个我站起来唱好了。好啊。对，因为怕会后面高音要那个颠一下，是不是？你看，我们等一下大家好好问问他，歌唱这么好听有什么小秘诀？好啊，来听黄文兴的现场演唱。谢谢。好。情桥本内底的我，无顾一切用生命去搏。原来我只是你的陪嫁，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踮伫感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予谁？多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用生命去搏，原来我只是你的陪嫁，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踮伫感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予谁？旧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就到这，咱就到这，情到达，袂当剩煞。后悔你我，就到这，咱就到这，情到达，袂当剩煞。谢谢，应该还可以了哈。什么叫做还可以？你好厉害哦！人家你在山上玩回转，然后那个声音又那么饱，然后又让人家觉得就是应该是刚才有吃饱的缘故吧。对，这个人讲话就是很幽默，又带点自己的趣味，然后一点都不好笑。小帅哥啊，然后自己都很客气，然后
你的声音哦，就是那种把你那个荧幕啊就关起来，就听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个帅的人，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想象说他长怎样啦，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违和感，都想这就是一个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那种白马王子。希望今天没有让大家失望。没有，才刚开始而已，不知道才刚开始对，啊。不能失望，就是一定要忘词啊！就来这里唱歌，就是一定要这样。所以最高潮的点就是忘词，就在突然在那个地方，但是又忘词之后要能够把完美的这个呈现到那个忘词之后的新境界啊，这样好难哦。哪会难？就唱歌就基本上就是忘词的话，就是直接拜托忘词才能看到你的可爱啊！这个人忘词就笑出一种你没有听过的笑声，哈哈哈哈什么那一种。所以很多来宾没有到就是很多啦，就大概是每一个，是那个那种概念。所以是全部就对。不然说刚才在你来1小时之前就才一场啊，也是忘词，他也以为他没有忘，然后后来还是个团呢，直接忘一就直接一定要忘记的啊，因为你知道，这表示说你在这里其实是很放松，然后也很愉快的。其实代表我们没有对嘴啦。当然啊，我坐在你旁边这么近的地方听你唱歌，我觉得好像在听 CD 一样哎，真的吗？好可怕哦。谢谢。你都唱那么多年了，声音还可以这样，这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其实歌唱虽然你有认真在保养哦，保养啊也没有在保养，就是有一直在不断练习了，在让自己的音域比较宽一点。真的，我真心今天听到一个我很认同的保养方式。真的吗？对，不然正常人家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只是把它顾好休息，还不如就是一直的给他。就是很温暖的操练，让他不要忘记你原来会的事情。对，因为我发觉我太久，其实我有一阵子在拍戏，举牌支持你，一家人。谢谢。OK， 真的还不错。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天下女人心》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一直拍戏，然后我也就是没有一直就让自己的声音一直练习，因为讲话跟唱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没有在唱。说后来就是去表演的时候，好像是去新加坡吧，宣传的时候，然后我就唱，我就发现奇怪我的音准怎么突然想要去控制它，然后控制不了啊？对，我觉得太久没有去练习，常常没有去练习发声、去唱歌、去。适时的抄它的时候，它其实会忘记，真的对不对？声音是会有一个，声音有一点那个记忆点，然后它曾经被你带到这个地方，然后如果你自己应该会有感觉说，我有没有办法把它跟上去？对，其实就跟做浮力挺身一样，就是可能每天可以做50个，然后突然你1个月没做，但是也是要量力而为啊，不能做到同一。对，我是意思说就是量力而为，就是正常的。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就是老天爷给你这个嗓子啊，是很棒的一个礼物，然后让你可以一直唱，而且重点是唱了我以后还那么帅，因为有些高音之后就会有一种其他的状态，可是你没有你的高音让人觉得深情款款。真的吗？真的，我自己的感受，我刚刚真的坐好近哦。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这边就一直知道。为什么演唱会一定要买在摇滚区或是最靠近的地方？那你会听到麦之外的那个你真实的声音，其实是真的。我们不敢说什么你多完美，但真的那个东西几乎就是没有瑕疵这样子，就是很真实的呈现在。真的。但是有一点小小的瑕疵，请先容我接一下你的麦克风。他们说你太帅，这个东西有点碍眼。真的吗？对，所以我帮你把它拿起来。要把它拿起来，因为你唱歌可能会这样子吧？那说黄文兴抖一抖啊，所以就直接被这一块挡住，他们就不开心。在看直播的人就要求主持人，请把黄文兴的麦牌拿掉。真的是，你知道吧？所以你的颜值在这个地方是很重要。